第6章，喊驚。呢件事其實纏繞咗我10幾年，發生過程、原因同答案，留待最後先同大家揭曉。而呢件事衍生咗好多我當時冇辦法解釋嘅事出嚟。記得我由讀幼稚園開始，就知道自己好容易靈魂出竅，瞓着時會突然感覺自己離開咗自己身體，升上半空，望到下面瞓住覺嘅自己。但我冇好似其他人咁，試圖再飛遠啲，淨係想快啲返入自己身體。我仲經常夢見一個同自己一模一樣嘅人，嗰個我總係目無表情咁企喺我面前，一句話都唔講。每次見到佢，我都會問：又係你？有事揾我？但永遠都冇任何回應，佢依然淨係一直望住我。仲有好多我無法解釋嘅事。響我仲讀緊小學嘅時候，有一個冬天嘅夜晚，天氣非常凍，市區得7度。我哋全家一早就瞓晒，當時我同姐姐一齊瞓。凌晨時分，我媽媽響隔離房大叫我姐姐：你起身啦，同妹妹一齊做功課。咁凍，得佢一個響度做功課，快啲做完，快啲瞓啦。姐姐拍醒我問：你未做完功課咩？我話唔係啊，我一早做好啦。姐姐聽完冇理咁多，繼續瞓覺。過咗一陣，媽媽又大叫姐姐：都叫你起身同妹妹做功課啦，你冇幫佢檢查功課咩？天寒地凍，搞到半夜先嚟做。姐姐又拍醒我，我話我真係做晒啦。姐姐就大大聲同媽媽講：妹妹響我隔籬瞓緊喎。但媽媽依然話：我聽到妹妹響客廳大喊啊，我同姐姐一啲聲都聽唔到。嗰晚實在太凍太攰，大家冇諗太多，就繼續瞓覺，冇深究係咩一回事。第二朝，媽媽同我講：尋晚我俾你啲喊聲嘈醒咗，你響度搞咩啊？我話我都冇喊，但媽媽當時都唔信。不過呢件事都係不了了之。有一段時間，媽媽請咗個姨姨，每日中午12點，趁我們放學返屋企嚟幫我哋打掃清潔。某日，姨姨見到我時問我：你尋日唔舒服啊？依家點啊？我話冇啊，我冇唔舒服啊。姨姨再話：我尋日嚟清潔嘅時，經過你房，見到你踎響床度，低住頭冇表情，仲問你唔使返學咩？唔舒服啊！佢話我一句都冇答佢，唯有繼續掃地清潔，轉個頭就唔見咗我。佢覺得好奇怪，我哋屋企個鐵閘，如果我開門出街，點都有聲，但佢完全聽唔到任何聲音，但又唔見咗我。我都係答佢，嗰個時間我仲響學校返緊學，3、4點先返嚟。呢啲事情至今我都係難以解釋，但深深地影響住我嘅人生。